今年以嚟，加密貨幣市場經歷咗唔少嘅波動。原本市場憧憬特朗普上場之後，可以為加密貨幣市場帶嚟牛市，但係結果咧就令人大跌眼鏡啦。Bitcoin 喺1月20號觸及到高位109640美元之後咧，就開始一路跌，甚至喺4月份一度跌破75000美元，跟住咧價格係快速回升至到9萬美元以上。喺5月22號，價格首次突破11萬美元大關。目前 Bitcoin 嘅價格係咪已經有所支持呢？影響價格波動嘅因素到底有邊啲？今期牛牛老師同大家探討一下。大家好，歡迎收睇牛牛老師，我係 Iris。今次咧又請到擁有10幾年證券、期貨、虛擬資產行業經驗嘅資深策略師 Walton 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嘅。歡迎 Walton。多謝你 Iris。大家好啊，好高興咧再次上嚟同大家分享 Crypto 嘅投資知識啊。特朗普上場之後咧，都四周圍咧設立咗一啲嘅關稅嘅壁壘啊。咁仔細上邊啊，可唔可以講下點解會影響到呢個 Bitcoin 嘅價格？係 Iris。其實如果講緊關稅咧，除咗影響 Crypto 即係 Bitcoin 或者其他加密貨幣嘅價格之外咧，呢個關稅影響係所有資產都受影響㗎嚇。咁 Crypto 本身係屬於相對高風險嘅資產啦，喺市場遇上關稅呢啲唔確定性增強嘅情況之下咧，咁啲資金通常都有個避險嘅一個情況啊，係會由高風險資產咧流翻去即係啲避險能力高啲嘅資產度嚇。咁我哋目前而家睇到咧 Crypto 嘅市場咧已經開始企穩翻啦，咁亦都證明市場嘅信心咧就逐漸恢復緊㗎啦。咁而家到目前為止嘅關稅措施咧，其實都未有針對翻 Crypto 嚇，咁亦都增強咗 Bitcoin 為主嘅一啲主流加密貨幣嘅保值嘅一啲屬性啦。咁就有啲似係儲實物黃金咁樣嘅道理咯。咁呢個係啦，就係一個因素啦。另外咧減息啊，美國減息都係一個影響緊即係走勢嘅因素嚟嘅。減息其實就係講緊降低翻融資嘅成本。咁你融資得嘅成本降低得嘅話咧，通常嚟講嚇，會刺激翻咧整體嘅投資活動嘅，咁令到投資者咧喺買一啲高風險高回報嘅產品方面咧，都會比較傾向有個意向去做呢樣嘢啦。咁頭先提過 Bitcoin 呢啲加密貨幣都屬於高資產高風險嘅資產嚟㗎嘛，都會因為咁而受惠咯。咁另外 Donald Trump 啊，即係特朗普亦都多次咧向咧鮑威爾即係施壓嘅，咁要求翻聯儲局方面咧繼續去做減息嚇，咁減息預期會繼續刺激資金嘅流入啦，咁呢啲方面都會支撐住 Crypto 嘅價格嘅。仲有一個短期嘅影響因素。冇錯啊，仲有個因素咧就係關於一啲明星嘅效應啦。咁呢度講緊就係個市場嘅情緒啊，因為都係一個影響 Crypto 價格短期波動嘅因素啦。通常好似一啲明星嘅一啲我哋叫 KOL 啦，可能叫做行業 KOL 啦，就對於Crypto 嘅正面嘅態度咧，只要佢哋有啲即係唱好 Crypto 嘅情況咧，都會刺激翻價格短期有個即係支持㗎。咁例如有啲咩明星級嘅Elon Musk算唔算啊？絕對係啦，Elon Musk係咪啊？走到入白宮添啦，好犀利啦。係啊，咁係因為喺社交媒體咧都提到一啲嘅 meme 幣嚇，你頭先都有話啦，譬如係狗狗幣嗰啲嘅造勢。有一間可能大家都耳熟能詳㗎啦，叫做 Strategy 呢間公司嘅創辦人 Michael Saylor 咧，都係其中一個明星啦。咁佢都係好堅定咁睇好 Bitcoin 嘅嚇，佢自己都持有好多 Bitcoin 係啦。咁喺社群入邊咧，佢有都好多忠實嘅 fans 啦。人哋直情俾個花名佢叫做比特幣傳教士，或者叫做比特幣耶穌咁樣嘅。好，咁我就都 round up 一下啦嚇。Walton 咧頭先就想講咧 Bitcoin 嘅價格咧就短期嘅影響因素就有3個，包括就係咧關稅啦、減息啦同埋個明星嘅效應嘅。咁長線少少啦，點樣有啲乜嘢嘅原因咧係會左右到呢個嘅Crypto 嘅走勢咧？咁如果係長線啲嘅一啲因素咧，就一定要提翻 Bitcoin 嘅減半機制啦。咁Bitcoin 減半嘅機制咧，佢係每刮出21萬粒嘅 Bitcoin 咧，就會將個獎勵減一半啦。咁呢個減半嘅安排咧，係會一直去到咧全數2100萬粒 Bitcoin 刮晒為止㗎。咁咧理論上減半咧就意味住咧
Bitcoin 咧就越嚟越稀有咯喎嚇，咁價格方面亦都因為佢稀有而有一個上漲嘅一個趨勢啦，一個刺激啦。咁另外最後一次減半睇翻咧就係發生喺上一年24年嘅4月份啦。咁呢個供應係一個直接一個收縮嘅因素出咗嚟之後咧，市場資金明顯就會集中翻喺比特幣上面啦。咁睇翻圖表啦，你哋可以見到 BTC 咧，即係 Bitcoin 咧，即係個市佔率啊，係佔於整個 crypto 交易上面嘅市佔率咧，喺減半之後咧係逐步有提升㗎。去到今年嘅第一季咧，已經係講緊咧做到咧係4年入邊嘅新高㗎啦，超過60%嚇，62%。咁呢個係第一個因素要知啦，係減半啦。第二個因素就係關於監管環境嘅，其中一個包容度高嘅監管環境可以咧大大提升到市場對於 crypto 交易嘅信心啦。咁除咗頭先講嘅就係話，特朗普政府係即係有成立一啲唔同嘅crypto 嘅儲備之外咧，佢哋同政府同美國證監會嘅立場咧都係偏友好嘅。咁同上一屆拜登嘅政府咧喺監管上面比較敵意嘅一個方針咧，係完全係一個相反，係好鮮明嘅一個對比嚟㗎。係啊，咁就種種監管去放寬啦，同埋政策嘅加持，其實咁樣咧係咪都會持續地可以幫到個市場信心，令到更多人係再去投資 Bitcoin？其實你見到成日政策面啊，即係綜合嘅消息都真係好利好加密貨幣成個行業咯。咁見到越嚟越多人通過交易現貨 ETF 咁嘅產品咧，都可以參與到即係 Bitcoin 嘅投資啦。一嚟咧會提升到比特幣即係 Bitcoin 資產嘅流動性啦。咁二嚟機構之間對於 Crypto 咧作為一個可投資產品嘅認可都要逐漸提高咗上去咯嚇。所以我哋今年即係我哋睇到啦，即使第一季期間啊，比特幣市值由高位109600跌26.9%，係啦，去到差唔多7萬零蚊，2成7係啦。咁但係 Bitcoin 比特幣嘅主要嘅市佔率咧，好似頭先提過啦，都升到差唔多62%嘅，即係雖然價係向下，但係市佔率係上升嚇。咁呢個係21年2月以嚟咧係新高嚟㗎。咁另外就宏觀同埋地緣風險方面咧，你見到隨住關稅啊其他因素嘅令到風險提升嘅時候咧，機構嘅資本流入咧，比特幣呢啲主流資產咧，就變咗係即係穩定住市場 crypto 市場嘅一個好重要嘅力量咯。總結落嚟咧，就係長期影響 Bitcoin 價嘅因素咧，都有4個嚇。Bitcoin 減半啦，監管嘅環境啦，機構同埋普通投資者嘅接受同埋認可度。咁要分析一下咧 ，Bitcoin 點解突然跌咗咧，或者係升咗咧，都係一個比較複雜啲嘅問題嘅。咁需要結合各種嘅因素去睇啦。冇錯，長線短線都要留意嘅。同埋大家嘅投資風格都會唔同啦，係咪啊？所以咧關注個因素都有啲唔一樣啦嚇。咁但係一般嚟講，市場上面咧對於 crypto 嘅投資方面咧，我哋覺得有3大類可以分享翻咯。短線交易啦，長線投資啦，仲有一個叫做比特幣至上主義者咁啦嚇。咁有呢3個類型嘅。咁我逐個介紹啦。短線交易者咧就係講緊係主要係以根據翻價格嘅波動期間咧出現嘅價格差咧，就係去賺錢嘅，亦都係根據翻咁嘅情況去做交易嘅。所以重點關注咧，對佢哋嚟講咧係一啲政策風向啊、明星嘅效應啊，或者一啲咧其他短期會引起市場情緒波動嘅一啲因素咯。咁都介紹咗少少啦。咁另外長線嘅投資者咧就係會睇多少少 Bitcoin 嘅升值嘅潛力嘅呢一類投資者咯嚇。例如佢哋會逐點會關注翻 Bitcoin 減半嘅時間點啊、宏觀經濟等等嘅長期因素有冇利好啊，呢啲去即係入市咯。咁第3點就係咧，其實呢個都係我叫比特幣至上嘅一個主意咧，就係嚟自 Strategy 嘅即係創辦人 Michael Saylor 啦。佢就係總之係未來發生乜嘢都唔會動搖佢對 Bitcoin 嘅價值同埋地位嘅信心嘅，所以佢就會持續買入並持有，唔會賣出街咯。呢個係第3種嘅一個處理咯嚇。變咗一個信仰啊！冇錯。好，咁即係無論咧你係短線、長線，亦或者咧係頭先我哋話去到第3種啦 ，Crypto 至上嘅投資者咧，最緊要咧就係要揀一個合規、操作便利嘅平台。咁早前咧，我哋富途咧已經係支持加密貨幣嘅交易，最近咧仲推出咗加密貨幣咧充幣嘅業務啊！咁而家用戶咧只需要簡單幾個步驟，就可以將主流 Crypto 咧安全咁樣去傳入到帳戶，享受一站式 Crypto 加傳統資產管理嘅體驗啦。
咁立即啦開啟你嘅數位黃金配置之路，輕鬆把握加密投資嘅新趨勢啦。好，咁我哋今日咧最後都多謝下 Walton 咧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嚇。冇客氣，亦都多謝 Iris 你哋，多謝你哋。咁如果大家咧有其他關於 crypto 嘅疑問咧，咁記得 comment 問我哋啦。最後咧記得俾個 like 我哋。好，我哋下次再見啦。好，拜拜。拜拜。